新闻一开始来看昨暗头啊，伫日本的羽田机场有一台日本航空的飞行机甲海上保安厅的飞行机相撞，两台飞行机拢着火。日本航空的367个旅客，佮有12个机组人员，伫5分钟内全部拢顺利逃生，只有14个人有淡薄仔着伤。也毋过保安厅的飞行机有5个人死亡，机长是重伤。 伫咧飞机机舱内面，听到正一人伫咧哭甲大声喊的声音。对窗仔门外口的人看到19个脚开始着火，抑阁一直呛烟。日本航空编号 JAL516客机伫降落的时阵，启动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机舱内面随规个拢暗来，只敢若剩紧急出口的电火抑阁拄掉的。 紧急出口的出推放来，和机顶的乘客自3个紧急出口走到飞机外口。BBC 报道指出，因为火被隔离伫客机的某一个区域，所产的时间只敢若5分钟，所有人就拢走出来。火伫咧10到15分鐘內就開始規個炭開。ちょっと煙臭いぐらいで、乗客の人もそんなにパニックにはなってなくて、みんな降りたというような格好ですね。 その間多分5分ぐら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本当に奇跡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ですね。もう少しでもタイミング遅れてたら死んでたかもしれないんで。好在在飞机顶的乘客国家機組員總共379個人全部攏走出來，也毋過有14個人因為刺傷加身體無爽快送病治療。羽田機場的時間表頂頭，編號516以外航班，臨時延後就是取消。有乘客想要了解意外發生的原因，也講無想要再坐飛機。正直生きた心地はしなかったですね。ただ出てこれた安心感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近くにいた家族の方と一緒に歩いて。自分でびっくりしたのが機内に来る煙が充満するなんていう経験がないから、多分すごいテンション上がって。 嚴過發生燒落嘅海保廳嘅飛機，機頂是5個人死亡，1個人重傷。有日本網友講，這台飛機是 JL772A 水紙號，不敵31日大地震時陣，停佇咧東西區仙台機場檢修。迄當陣機場受到地震加海嘯嘅破壞，這台飛機所機積嘅無代誌。無想到講，上尾也採用這種方式結束。公司新聞陳慧琳編輯。